選擇放棄。其實好多時做人就要好現實咁樣嚟面對嘅。你盡咗力，但係個結果係唔係你想象中個結果嚟嘅？你可能堅持咗好耐，堅持咗一段時間，但係你始終都係冇個理想嘅結局得到手。當呢情況發生嘅，就我覺得係睇下點樣 pivot， 睇下點樣行一條新路。其實你舊嗰條路唔係未必行得錯嘅，但係冇辦法，行唔通就行唔通啦。事業嚟講啊，關係嚟講啊，好多嘢都係會有時感覺上好似你達到一個十字路口咁樣要揀，你想行邊個方向？我就有陣時覺得，我咪應該諗下用第二個方向嚟行呢條路嘅。